第一次買翡翠手鐲應該點揀？如果揀啱咗，5000蚊可以帶出5萬嘅效果。嗱，睇下我手上呢手春彩手鐲皮，性價比就好高啦。燈光一照，成隻鐲貴氣就出晒嚟啦。個紫色喺燈光下顯得更加嬌艷欲滴，紫得嚟好純正，交光感十足，好似將成個紫羅蘭花園濃縮喺裏邊，華麗奪目。而家嘅翡翠手鐲價錢越嚟越高，又怕俾人呃。喺連依呢度源頭工廠，手鐲都係工廠價。如果喺外邊嘅話，就要翻好幾倍啦。我哋而家就攞一條去起貨，俾啲姊妹睇下效果先。手鐲就加高完啦，我哋出去睇睇自然光先。喺自然日光下，先見到佢真實嘅一面。濃縮嘅紫色會變得更加沉穩同高級，冇咗燈光下嘅誇張，多咗份天然嘅韻味。個少許綠色喺日光下會更加突出，好似畫龍點睛一樣。呢種春彩手鐲顯年輕，顏色又夠清甜。唔理你哋係第一次接觸翡翠手鐲，定係想換鐲嘅，都可以揀佢。中意嘅姊妹就報個圈口啦。